信心，对伊的嘴所发出的声音，会当摇动人的心，互人会当做工做样，互人会当愿意许家己做偌济，通荣耀上帝的圣名。主啊，这是阮的祈祷，这嘛是我今日礼拜目的。我伫你面前将所有事务单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甲因三甲基地，互因用平静的心、无惊吓、敬虔的心来带领今仔日的礼拜。我哋一直将祈祷我所信，阿门。
专心来服侍、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主啊，我要用诗歌同心来学乐你，恳求圣神来引带阮的敬拜，互阮的心欢喜，互阮的神快乐。愿将一切荣耀拢归伫你，献上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兄弟，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咱做伙来开声来吟圣诗211首，上帝设立安息圣日。接续咱来吟圣诗284首。我信无救主耶稣，
求主的保护来洗清咱的心，互咱捧起清气的杯，来承受主耶稣所赏赐咱清气的水泉。请咱做伙开声来吟：我信慕救主耶稣。我信慕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无犯罪，灵魂若是一半，爱的清气。这最后，咱来吟这首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主啊，你是我所仰望的。对我少年的时，你就是我所倚靠的。诗篇71篇第5节。主耶稣，我要倚靠你，求你予我那顺全。我要倚靠你。一世人到永远，愿拢要倚靠你。请咱用祈祷的心来吟。主耶稣，我要倚靠你。
安静心，才煞敬拜。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堪得受荣光、尊贵、权能，因为你捌创造万物，万物伫地，万物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第51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咱起立吟全首。
是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日内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搭做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读启言文，启言文第5篇，诗篇19篇。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强强保用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面对迄面传出裁判。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见。伊的准绳遍伫天下。因的言语到伫地极。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日头亲像新的竞赛，出伊的东房。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行伊的路。因对天的这边出，射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物看捌，无得到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矫正，为互人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面力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的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切是公义。比金比侪侪好金较通欣目，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甘甜。搁你的路步对遮的受警戒，守即个有大福手术。是谁会知伊的失措啊？求你除去我暗时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路步，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必得接纳。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第159首。至诚的神，听阮祈祷，请咱坐咧吟全首。
即是咱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听阮，嘛常常用你的话提醒阮。主啊，阮知阮有时的心真冷淡，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阮嘛无主动去关心甲祈祷。主啊，阮感觉真歹势，求你赦免阮。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有一个疼人的心。当阮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会主动去关心，嘛会替因祈祷。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生活中有影响力，毋通亲像无味的盐，嘛毋通将光藏起来。愿阮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会互人看见你，引带人来认捌你。主啊，愿阮学习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求你一步一步引带阮，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好了，咱请圣歌队。
强守上帝的话，请咱献开圣经以西结书22章第30节。我伫因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围墙，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徛伫破徛的所在，互我无调灭伊，总是找无一个。说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你是地上的油，你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用啥物互伊咸？后来无路用，不过迄伫外面，互人吞啖尔定。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袂稳目，无人点灯，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骗照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荣光，互恁伫天里的爸。以上。正道题目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徒，请做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进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做伙聚集伫你的圣殿，阮要恳求上帝，你互阮的教会会通真侪光，真侪盐。我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对阮讲话，互阮知，伫阮的一生中间，上帝你要使用阮。阮真欢喜，今仔日阮的圣歌队用这条歌做阮的祈祷，向上帝回应讲：主，阮伫遮，请你采用阮；主，阮伫遮，请你采用阮。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今仔日的敬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对阮的信仰的立场来思考，阮伫一生中间，阮会当做甚物？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将你的心意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心内，互阮伫阮的一生中间，除了读册的过程，除了就业的过程，主嘛，互阮知影，阮伫即个信仰内底，阮会当为上帝你做了甚物？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伫你的面前来得到帮助。阮将下面的时间邀请。恳求圣神来降临，对阮讲话。愿咱恳求基督，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经文，拢是咧讲起基督徒伫咱一生中间的责任。佮有一个真要紧的这个态度。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了后，你会当问你家己讲，我会当为上帝做甚物？今仔日无论是伫旧约、新约，以及伫金句。伫这中间，咱拢讲起上帝。伫正人的中间，咧找一个伊当使用的路卜，迄是一句真重要的话，叫做顶天立地重建家园，搁在伫破口防堵，就是一个破碎的教会，伫一个失败的教会、坠落的教会，会当徛伫破空的中间来做补破网的人。我甲伊号名叫做，毋是我甲号名，是圣经。今仔所读的这个以西结书的其中的一句，伊讲伊要徛伫破徛的所在，中文讲破口防堵。有一礼拜日，因为爱值班，所以伊就无法度倒来教会做礼拜。所以阮常常伊若无法度倒来做礼拜之前，伊拢会问我讲：爸爸，你这礼拜你要讲什么种的题目？我就甲伊讲，我这礼拜要讲一个破口防堵的基督徒的使命。伊甲我问讲：爸爸，圣经有这个字哦？圣经真正有讲到破口防堵嘛？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想讲迄是一个俗语，想讲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咧鼓励人爱真侪社会良心，真侪一个破碎的社会中间的一个守望者。有甲我问讲，敢真正有这个圣经？我就甲讲有。又问我讲，爸爸，即则的圣经伫啥物所在？
我就甲伊讲，伫以西结书伫以西结书这段话，这段圣经，伊是记载伫以西结书，这是先知书中间的一本。兄弟姊妹，旧约所记载以西结书最重要的讲起犹太人伫因的信仰跋倒的时阵，上帝捌做了洁净的工作。所以，恁若对旧约有熟的人，恁知影犹太人伫旧约中间有拄着一届王国，对无？就是叫巴比伦、亚述这两个国家对北平落来然后入来到伫以色列所在以色列人就亡国。第一个是北平的以色列10个支派，迄叫做北国以色列。以色列王国伫主前的722年。第二摆的王国都是今仔日以西结书咧写这段，因为北方的以色列人先对落，因为因伫迄个所在甲世俗人同款，因偷揽了因的道德，所以因的道德沦陷了后，抵到北方的亚述落来。上帝是毋是安尼做？咱莫安尼解说。但是当一个社会当一个教会跋倒沉沦的时阵，上帝会做一种洁净的工作。咱圣诗内底有一句话讲：“亲像黄金落花露。”上帝爱伊的囝儿穿起上，上帝爱伊的教会是圣洁的。所以有时战争苦难对咱人类来讲是一个无法忍受、真讨厌的代志。但是上帝作为互以色列人伫历史上4000年来产生一个真大对历史反省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段圣经拄大概在主前的600年左右，主前的600年左右，这个时阵就是因为北方的兄弟以色列，北方就是用撒玛利亚做首都，南方是用耶路撒冷做首都。北方10个支派，因为伊的沉沦较早互亚述甲伊灭了后，巴比伦也未入来到耶路撒冷。换一句话就是礼拜堂。所罗门所起的礼拜堂也未被摧毁进前，耶路撒冷2摆被摧毁，第一摆就是巴比伦来到的耶路撒冷，第二摆就是耶稣死了后，罗马尼禄王国王罗马国王放火烧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色列人2摆亡国，这个历史对咱来讲有伊真深的意思。意思就是讲，当一个教会，当一个信仰的团体，因若失去了伊的本质以及伊的良心，上帝爱有一个人，上帝爱有一个人徛起来讲话。所以今日圣经讲，上帝咧找一个人。兄弟姊妹，我要用这句话邀请兄弟姊妹，你甲上帝讲：上帝，我虽然平凡，我虽然寒慢，主你若需要工人，主我愿意。主我伫遮，请找见我。我要真多谢妹想，伊伫每一个礼拜中间真用心帮助牧师伫圣歌队会当经一条，帮助咱伫祈祷中间来回应的时光。伊就亲像一个音乐的牧师，牧师是一个讲道牧师，但是咱的教会圣歌队就亲像旧约的圣殿的内底的祭司，恁伫学了上帝的工作顶悬，互上帝来采用。所以我要甲兄弟姊妹讲，今仔日个讲道的题目，上帝通过牧师邀请恁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上帝，我的一生来当互你用，我愿意。上帝，我的一生毋知当做啥物，除了我的专业，除了我的职业，除了我的事业，除了我的工作，上帝这剩的以外，有啥物我会通为你来做？咱若了解这个上帝邀请，伊讲伊咧找一个伊会当用的人，但是结局，伊讲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最后一句话，总是找无一个。这段话中间用2个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希伯来语2个寻找，第一个寻找甲第二个寻找是无共字。第一个寻找是带着非常迫切期待，一个迫切的期待。想要找到，亲像找到珍珠，亲像找到迄宝石同款，真迫切的寻找。第二个讲，我竟然找不到，这个找不到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绝望。伊讲伫我的囝儿的中间，
我竟然找无到一个真正愿意为着我徛起来安那。伫黑暗的时代，亲像光；伫腐败的中间，亲像盐。所以今仔咱的圣经，新约所读的圣经，在咧讲，恁是世间的盐，地上的盐是世间的光。恁爱亲像灯台点灯，放伫灯台顶悬，通归阳光，互恁的天父上帝。这就是牧师伫今仔日所有经文的解说，甲一个结论。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到底对咱有什么种的造就甲利益？今仔日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邀请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有一项事，除了你的职业，除了你的事业以外，还有一项事是咱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兄弟姊妹，咱来到这个世间，毋是干那为着要发展上帝互你的恩赐做事业那定。咱来到这个世间，有一个真要紧的，毋是社会性的事业，就是荣光互天父上帝。互咱的信仰加做别人的祝福，互咱的信仰加做别人的使用。其实上帝讲，竟然找无一个，毋是安尼，这是上帝的土气。我的囡仔看规家伙啊，规家伙所有的大大细细，逐个囡仔拢安尼咧。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南国以色列的灭亡，拢有伊的故事，有伊的理由。北以色列的灭亡是因为遐犹太民族离开埃及了后，无放落埃及的迄个偶像崇拜的气质，所以进入迦南地了几百年后了，又搁开始拜金牛。所以北国的以色列因用圣经讲撒玛利亚做首都，这10个民族伫迄个所在，搁回头去拜伫埃及中间，亲像亚伦该做迄座的金群。是毋是真正在这个故事，还是讲伊是一种的比喻的故事？这个历史明明记载讲，人伫古早拜金牛，今仔日的人类嘛拜金牛。也这今仔日人类最大的成就，常常拢用钱来比关价。咱感觉咱真罕慢，咱真平凡，因为咱欠的银人口做比人较少，咱赚的薪水比人较低。咱就感觉咱好像是较含慢，兄弟姊妹，上帝无安尼看咱呢。所以古早的故事不断伫咱的人类的历史中间来发现。所以，咱会当伫今仔日的这三段的圣经中间，咱会定心用一个积极，用一个健康，用一个乐观，用一个有信心、有望望的观点来看，咱伫这个世间会当做什么？有啲上帝来甲你感动，要互你一个积分，你要感谢。上帝若要用咱，是咱极大无比的荣耀。咱来当互上帝使用，是咱一生中间极大的荣光。因为伫世间人，上帝讲找无一个人，但是其实毋是。上帝嘛捌通过伊的先知伫列王记中间讲，我伫今仔日即个拜巴力的时代。我有留落7000个，因死都毋愿意跪落来拜巴力。巴力就是菲利斯坦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自古以来的土地公啦。圣经中间咧讲的巴力，就是自古以来巴勒斯坦这个土地顶悬的生产力之神。就正如咱台湾人拜土地公，田头田尾，土地公。你这个巴力。会互政治好修成，会互风调雨顺，会互人有收入。兄弟姊妹，上帝伊讲，恁虽然感觉真孤单，但是伫恁中间，我有留落7000个绝对不妥协的犹太人。兄弟姊妹，所以这嘛就是伫以赛亚书内底，上帝咧讲，我通找见什么人，我通找见什么人。先知以赛亚伫伊的祈祷中间，伊安尼甲上帝回应讲：主，请采用我。今仔这首诗歌是用这段经文来写出来的诗歌。兄弟姊妹，你我咱来到这个世间，上少有一个使命，咱会当为主做。
你若也未感觉讲你已经开始为主做这个使命，你会当问上帝讲：趁我要活的至圣的上帝，我的一生会当做什么？兄弟姊妹，愿意为上帝做的人有福气，因为咱会当参与上帝神圣有价值的事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每一个兄弟姊妹，恁来讲话。上帝讲：我找无一个人，你甲上帝讲：上帝，虽然我的品格，虽然我的能力，虽然我的态度，检测你感觉还阁无够，但是你若愿意，主，我伫遮，请你，互我诚做你的器具甲使用。今日这无需要甲咱讲三个祈祷。第一，对圣经的故事，对圣经的历史，对圣经的假释，咱就得到信仰的智慧。古早人有讲一句话：以史为鉴，用历史做你的警戒。所以有一个历史学家，西方的历史学家，伊讲，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永远无法度对历史来汲取教训。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历史咧发生的代志，常常拢甲你讲唔通安尼做，因为你若安尼做，你效果就会真歹。所以古早人，中国有一个作者，智慧的人，伊就写一句话：人都爱用历史，亲像一面镜，来做伊脚前的灯，做伊路上的光。通知影，人类伫历史上都爱做什么？旧约的历史常常毋是咧讲国家的历史，圣经的历史常常咧讲起信仰的家族、信仰的团体。所以以色列的王国毋是全世界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毋是。上帝所做唯一一摆全面性的毁灭，就是啥物？落大水，或者挪亚方舟迄个故事。迄个故事了后，上帝就表明讲，从此之后，他绝对不要再做这个全面性、全人类的毁灭性。所以伫圣经中间咧讲起战争，常常拢咧讲起以色列人因伫信仰上间，因已经有灰色地带，对甲毋对的，伊模糊了家己。第二，以色列人开始伫因的道德生活顶悬无好的见证。因为外面的风俗享乐主义，真侪遐情欲的物件，入来到伫因的民族的内底。我毋敢讲上帝是一个真严格的上帝，所以看袂顺眼，所以伊就叫外面的军兵来杀互死。上帝毋是这个心意。今仔圣经最重要咧讲，上帝想要合理化，我会当原谅这以色列人。今仔圣经的意思是安尼。伊要找一个人会当亲像律师，徛伫上帝的面前来替因讲话。但是上帝讲，我找无任何证据，找无任何理由，通无去看见这个人因所做的糊涂，甲这毋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历史，这段圣经讲两句足水的话，兄弟姊妹，这段圣经中间伊所讲第两句足水的话。伊讲重修强横，意思就是重新整理以耶路撒冷的城啦。因古迄种毋是今仔咱咧讲的用迄个阿门土，迄古早是用土胶一寡啥物货，我嘛毋知影。然后石头贴起来，石灰啊、石果啥货，一种的诚做自然的，亲像古早的即种的阿门土。古早所做的诚像，常常嘛会风吹雨晒。会帮，所以上帝讲到，一个伫教会内底的领导者，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执事，包括教会团契的会长，包括伫教会内底的信仰的前辈、家族的族长，这个人伫教会有一个责任，就是常常补破网。伫教会内底若有破空的所在，伊就徛出来，伫遐来修补这个教会。那厝顶咧漏，佮甲伊掠漏；那边啊咧逼，就佮甲伊重新油漆。伫咧准备即个礼拜的分享的信息中间，我咧回想讲，当我来到德堂，
对古早到今仔日一直陪伴牧师做这个工作，到底今仔日要几个人？今仔日我若无记毋着，今仔日我甲陈牧师伫38年前来到德堂的时阵，今仔日咱中间可能只有剩4个人，毋知细昌迄阵敢有已经对台北倒来啊，也未。但是，洪昌迄个时阵还搁咧读册，应该还搁伫德堂，从长老就个长老，本日长老娘，兄弟姊妹，伊是对头一日甲牧师做伙，伫即间教会所受到的伤破起来的所在，破口防堵的人。愿上帝纪念因，嘛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的教会有新的一代。伊讲，阮的阿公、阮的爸爸已经老啊，这个教会会当头，今仔日阮要担起来。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人，毋是干那担德堂教会这个破口防堵。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的基督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连全台湾的社会，兄弟，我敢会当请问你？台湾人看教会敢有好风评？你毋免回答牧师，但是你会当伫心内想这个问题。台湾总共有6000间的教会，包括天主教。咱伫全台湾，咱互咱台湾人，伊敢有感觉好风评？讲因为这个教会存在，阮台湾真福气，有好有歹，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甲上帝讨。这是第2个我要甲咱讲的，咱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基督徒。也愿你常常甲你的囡仔欢手，甲伊欢手讲，愿你做顶天立地的基督徒。我会记得我来德堂上早期。青年拢捌听过我讲《顶天立地》这本册，因为伫我读大学的时阵，拄这本册出版。伊咧讲起一个查甫囡仔爱有肩胛头，伊会担噩梦的将来。迄本册叫做《顶天立地的男孩子》。迄个早期我捌甲红人讲过，嘛捌甲其他的青年讲过。兄弟姊妹，今仔日我毋是咧讲老故事，每一个基督徒敢毋是背十字架的基督徒，您敢愿意为着台湾的将来背台湾的十字架？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有上帝声音进入你的心内，你开始思考。主，我愿意，但是主我会当做什么？主我愿意，主我会当做什么？今仔圣经讲，咱是世间的盐。地上的盐，世间的光，咱的活命是为着要归荣光予天父上帝。牧师的祝祷常常举手，祝祷就是代表主啊，你将福气赏赐予阮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讲道嘛是安尼，愿上帝亲自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活出水，亲像春天的花，水互别人看。咱若教会即阵是上水的季节，你若徛伫咧树仔骹，伫咧凉亭，你若看到规片壁拢盛开的兰花。那在伫礼拜堂就看到充满恩望平安的面容的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伫今仔日，咱来看咱的教会历史，咱来看过去圣经中间所讲的历史，历史中间所讲的。遐失败的故事是为着要互咱警醒，毋通去做。历史中间所讲遐好的典范的故事，拢是要做咱的模范。咱甲上帝讲，伊有的，我嘛要有。阿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圣经中间常常读到鼓励你的故事，无论是大卫的故事，无论所罗门的故事，无论是保罗的故事，无论是彼得的故事，无论是约翰的故事，这个人。圣经所记载，拢有记载着因的优点甲缺点。伊毋是干那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伟人，因伫生命中间拢有因的优点甲缺点。摩西嘛有伊缺点，至到摩西无法度入迦南地，遐尼伟大的人，兄弟姊妹，历史最重要就是甲咱讲，
受气无抵到犯罪，这是新约的话呢。但是旧约的中间，摩西就是因为受气抵到犯罪，抵到伊无法度入迦南地。无论伊一生的贡献偌伟大，带以色列人对埃及法老王的手中得到讨棒，得到自由，伫旷野40年造就因。但是伊都无法度行入约旦河，过入去迦南地，因为当迄一日，伊落山的时阵，将上帝的话，因为受气，甲拼伫以色列人的面前，10条戒。伊讲：恁即阵无敬虔的上帝的子民，兄弟姊妹，愿这个故事互咱对心中有帮助。唔免惊上帝，但是求天父上帝互咱有尊敬，没有方圆，就没有咱们我嘛不要讲了，哦，那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呐、规跟矩，圆规跟矩。就不能成方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历史的顶悬伫落造就。今仔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个牧师伊所写这本册感动我。伊写一本册讲世界在等待的基督徒，迄是中文版的翻译，但是英文版的翻译叫做 Radical Christian， 意思就是讲一群很激进的基督徒，能够翻转世界的基督徒。其实伊咧讲的这个激进这个字，唔是政治狂热的激进，唔是。这个牧师所讲的激进，伊用迄个 radical 这个字，其实就是拉丁文的叫做 radic 这个字。迄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货真价实，所以牧师甲伊改做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咱若要敬拜上帝，都要真心诚意。咱若要敬拜上帝，都要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咱若要敬拜上帝，都要互上帝这本册伊所讲的话不打折，成做你的主张，成做上帝对咱的要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因为敬畏上帝。伊讲敬畏上帝的人就得了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人物迄个智性的，就是聪明。迄是牧师顶礼拜讲到的题目，你要会经文，你要会记吗？教会的礼拜最重要的使命，甲新人院的新人教育的目标，一定只有这两项代志：教人敬畏上帝；第二，教人认捌上帝。像这你同意吗？真侪人讲到一套老长，足复杂。但是上帝给我有一个感动，新的教育其实足简单两项代志，都是教人敬畏上帝，对不对？新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人认捌上帝，对不对？咱来教会，敢毋是就是这两项代志？我来教会，我仰望牧师加讲圣经，通过讲圣经，互我会当认捌我所读的圣经是毋是亲像圣经所讲的圣经。认捌上帝的话，认捌上帝，也因为认捌上帝，咱心内就有一种的敬畏。咱知影上帝无简单，上帝真正无简单，毋是干那圣经讲真侪伟大的故事尔。上帝无简单，就是伊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伊嘛是活命的源头，伊是光，伊是咱的活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就是牧师甲咱讲，这个John Stott这个牧师，伊所写中文的册名，甲伊翻译做《世界在等待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台湾6000间的教会，5000几间的教会，敢有互台湾人感觉讲，因有的，阮无？所以敢有互台湾人欢喜讲，真主动想要去教会行来看卖，教会到底是生做安那？今仔日台湾人需要什么种的教会？今仔日的台湾人需要一阵有生命的讲话的基督徒。什么叫做生命的讲话？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一篇无声音的讲道片。你徛伫你的公司，你徛伫你的学校，你徛伫你的朋友的面前，你
你无讲话，你的朋友拢知影你基督徒，你的朋友嘛感觉你甲因有某一个主张是无共款的。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兄弟，因为上帝，所以咱无共款；因为上帝，所以咱无共款。伊所讲的激进的基督徒，毋是一种政治狂热，毋是。伊所讲的 radical， 也是讲 radical。英语咧读音吼，美国人读嘅甲英国人读有当时音无共款。radical 甲 radical 就是英语，英国人读甲美国人读，就是读 a， 就是读 r。遐济，即个字伫圣经的中间，伊起头圣经所咧讲的用的字叫做 radic， 即个字 radix。伊的意思就是根本啦。圣经真正的根本，伊到底是咧讲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应该爱返璞归真，爱重新倒来到圣经的内面，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因为因的帮助，遮个牧师的帮助，互我知影讲，因是安怎咧讲道。所以我决定我讲道时阵，我较少。我嘛无爱讲笑话，我嘛感觉讲我讲道的时间都无够啊！我较会讲遐离离曲曲的故事讲一堆。我望我会当讲较济圣经真正的意思，互兄弟姊妹恁知影讲，圣经原来就是安尼。上帝的话一开帖，恁有读到今仔日的课文无？上帝话一开帖，意思讲，上帝话一通过解说了后，戆人就通达，戆人就忽然开窍啦。通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恁就爱做这种父母，恁一甲恁的囡仔讲圣经的话，恁的囡仔就开窍。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互这个基进变作根基。互上帝的话，迄个有力量的话，互有权柄的话，会当进入你的生命中间定根，对你的生命中间产生一个极大的快乐。这本册其实，这个牧师讲到88章啦，8个讲。其实这8章伊咧讲起，伫今仔日的教会所忽略基督徒的品格，伫基督徒的品格。基督徒会当用因的主张、态度、生活来改变社会。伊咧讲起基督徒有8种的品格，是今仔日的教会忽略。今仔日的教会无一定亲像耶稣基督。第二，今仔日的教会有当时袂当大人，亲像袂大汉的囡仔，香啦，咱做事人上惊就是种落去的物件啦，袂青喙啊，也袂发，也袂压。生意盎然，迄叫做香啊！种草毋免种就发甲遐好势，但是种稻啊，香高高大大。兄弟姊妹，袂大汉。第三，基督徒随波逐流。第四，伊讲基督徒的存在，这个是照顾家庭、照顾社会、照顾国家、照顾教会。第四，基督徒的存在，毋是比拼。你所用的名牌比我用的比你较悬一级，毋是比迄，过真简单的生活，过一个有平衡感的生活，过一个依靠上帝的生活，过一个知影生跟死的奥秘的基督徒。牧师无时间介绍遐尼多，所以第二个牧师要通过这个今仔日的经文，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固守上帝的教会，好无？咱做伙来固守上帝的教会。早期咱的教会有中级有甲牧师一礼拜有1点钟的祈祷会，但是毋知啥物时阵咱的教会停止这个牧师甲中级的祈祷会。牧师甲中级应该毋是一个月开会一摆1点钟，牧师甲中级的关系嘛毋是开会的关系，就亲像咧开董事会。牧师甲中级的关系应该是做伙祈祷较济的关系，恁同意吗？是牧师变单，还是牧师时间无用，还是恁毋敢教牧师？拢毋是。咱什么时阵想要做祈祷，毋是中级，包括会友兄弟姊妹，恁免惊打搅牧师，恁随时会当甲牧师讲，牧师，这个时阵我需要替我祈祷。
之间，牧师真荣幸会当甲你祈祷。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中间任何事情，恁若需要牧师陪恁祈祷，毋免歹势。牧师搁较无用，牧师的责任就是陪伴恁祈祷。但是兄弟姊妹，牧师会无用，牧师会疏忽，牧师有时会看袂到。但是，请恁会记，圣神永远拢咧注意，恁同意无？咱的上帝永远拢知影咱的轻重。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做伙，恁若发现啥物人最近怪怪，紧来甲牧师报告。恁毋是做鸟白啊，恁紧来甲牧师报告讲，啥物人伊最近需要关心。牧师，你替伊祈祷。兄弟姊妹，愿咱亲像今仔圣经讲，上帝咧找会当徛伫破徛的所在，会当重新修补。老雨的礼拜堂，愿天父上帝帮助。掠漏水吼是上困难的。咱的教会即间礼拜堂有一个所在，几十年内底拢掠袂好势，就是上壁甲上后壁甲迄个三角，迄个所在掠漏安怎掠都足歹掠。吼，咱的生命若有破空吼，有当时亲像迄足歹掠。独独只有主耶稣的保护。会当甲咱保满，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甲牧师、甲上帝讲，上帝若有需要，我做会来当工作。主啊，互我有这个荣幸，主啊，互我有这个荣幸，会当为你做这个工作。求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个圣经讲，上帝主动咧找人，牧师甲恁讲，就是你，毋是别人。你单前花手要对祈祷，你讲，上帝我知，就是我。伫所有中间，我是上你看上重要的，你要交互我的，就是我。上帝毋是咧找别人，就是咱在座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咱的一生拢有一个真特别的工作。如果你若还未发现，你要甲圣神祈祷讲，求你互我知影，今生今世唯一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你捌听过耶稣的讲道无？伊甲一个少年人讲：“你倒去，因为你一生中间只有欠一项代志，就是放下一切来跟随我。”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讲：“主，我毋是帮派啦，若要相拍的时阵吼，讲我嘛算我一份，我甲你去，毋是，就是伫需要背十字架伫艰难的中间。”用听讲诚实话，用听讲诚实话，伫应该悔改的所在讲悔改的信息，伫冤家的所在拉开讲和解的好话，你做好，伊也做好，咱三个拢做好，咱毋免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破口防堵，破口防堵。咱的教会哪来哪好？我感谢上帝，互咱的中级，因的接棒了，因的主动性支持。我嘛知咱的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咱嘛拢主动伫教会内底做你会当做的工课，发挥你会当发挥的文书。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愿天父上帝互这间教会愈来愈好。今仔日的金句。伊讲上帝的目睭遍察全地，咧找什么种人？找心存诚实的人。上帝伫世间咧找一个伊会当使用的人，搁有上帝要帮助伊，上帝要造就伊。心存诚实这个字就是阿门。你讲牧师有影无影？字根呐。因为阿门会当讲阿门，嘛会当讲 amet，amet 就是犹太人的希伯来语的真理啦。阿门的意思翻译做中文叫做实实在在。耶稣讲我实实甲你讲，耶稣讲阿门。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咧找一个心内愿意甲上帝讲阿门的人，
上帝咧找一个伫心内，甲上帝讲：主啊，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上帝咧找你，上帝咧找我，上帝要伫即间教会，互即间教会诚做讲诚实话的教会。上帝要互即间教会得时不得时，拢讲圣经的信息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咧找，咱甲上帝讲：主有得等教会。求你使用这间教会，诚做破壳的所在，破口防堵的基督徒。你还记得，亲像我的查某囝问我讲：“爸爸，圣经敢真正有这句话？”有一日你甲你的囡仔讲的时阵，你的囡仔若问你讲：“爸爸，圣经敢真正有这句话？”你掀开互伊看，以西结书22章30节。破口防堵，基督徒就是一个国家，基督徒就是一间教会，基督徒伫一间家庭，都来做有担当的父母。今仔真侪少年人对婚姻有惊吓，可能因看到这个社会婚姻的生活，无真互人满意，无真互人有信心。愿天父上帝重新医治咱的国家。伊伫咱的家庭，伊伫咱的教会，主甲咱撒下伫地，这是咱今仔日共同的祈祷。咱甲主讲，主即间教会抑阁啥物所在做不到，有欠缺。38年来，我常常伫咱的城踅来踅去，我拢咧看讲，对一个所在欠一盆花，对一个所在会油漆咧落，对一个所在欠一个物件。咱的教会毋是一日起来。咱的教会除了即间老礼拜堂以外，咱的教育馆、咱的办公室、咱的事务、咱的凉亭，搁最后咱的教会副堂，搁有就是咱外面的钟楼。咱用遮尔长的时间，慢慢看，有对一个所在无亲像教会，咱就搁甲加做一点啊。伫传统的我印象中间，我真爱教会做礼拜有讲经。但是咱的教会这粒钟是到最近2018年才甲伊采起来的钟。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每一个人有祈祷、有敏感的心，咱会当伫这个教会看到讲，什么所在有欠缺。你若感觉有欠缺，你当来甲牧师讲，牧师佫欠什么，牧师会甲你讲，你去做。兄弟姊妹，咱若看到教会有欠缺，你就甲牧师讲，牧师，这我会晓。牧师，这我会晓。恁愿意安尼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三听，咱同心，咱做伙，互这间教会同心合一，同心协力，咱做来祈祷。教会的起头，主耶稣基督，你用你的话，用你的生命去做了伫地上的教会。你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你阁讲，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庭。主耶稣，阮听你的教示，主愿享受你所起做的教会，是阮生命的摇篮，也是真理的调酒。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伫每一摆，阮拍开圣经宣读的时，上帝你的话就入阮的心，你的话被开拓，戆人就得到通达。主，阮听见你的声讲，我通找见智慧。主，但阮相信，相信听见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拢同心讲，主，我伫遮。请采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应答上帝的听，请咱献开圣诗165首，圣话独一的地基，请咱起立转首。请坐，这是咱备办新的奉献。
平安礼，咱请陈牧师。伫咱要行平安礼进前，咱要吟这条诗歌进前，咱先来欢迎今日头一摆来咱中间的苏姐妹跟许先生吼，伫咱中间有一对应该是夫妻吼，咱真欢迎因头一摆来咱教会，真欢迎。咱做伙享受主的疼，咱嘛做伙用咱的祈祷。求主耶稣将这个疼浇灌在每一个角落，吼！让这诗歌来做咱的平安礼，咱用这首歌做咱的祈祷。那么为着咱的亲人，特别身躯欠歹的人，咱求主耶稣用伊的疼来安慰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心来祈祷，主，阮纪念出外阮的囡仔刘玉明，我嘛纪念伫这个爱尔兰的主你的查某囝，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照顾每一个阮出外的青年，也求天父上帝你会稳定甲因三甲之地，互因伫外地平安。主，阮求你照顾阮的士大人，当阮的士大人年纪若加天的时阵，阮看见阮的士大人因生活，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特别用你的疼，也用你所想事，你的快乐，互因每一工拢自在，也互因每一时刻拢充满上帝你圣经所带来的平安甲喜乐。主，伫你面前要恳求天父上帝你照顾阮教会，世俗人若有人患病咧恢复的过程顶悬，主求你纪念因。就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特别甲之间因的家族三甲之地，因的之间拄失去伊的爸爸。主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安慰因，阮要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你是超越时间空间，你是活命的源头，你会通互人甲人的中间永远无隔断迄种的疼。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兄弟姊妹，阮真侪你的天使，真侪你的使者，阮会通真侪一个将上帝你的疼带到逐所在你的路途。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之地。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一起甲每一摆，一起甲陈浩吼，陈新陈浩。咱为着医治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照顾医治，互伊伫主你的稳定中间，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主，你祝福两个细囝伫成长的过程顶悬，主你用你的圣神享受小人的智慧、熟悉的智慧，你享受好的品格，你享受你圣神所带来的能力，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除了因的身躯会当长大人。佮有互因的思想，互因的信仰会当有分别做成，会当得胜。主你甲因三甲之地，愿将你的囝儿交伫你的手，求主你保守照顾。主嘛为着今仔日无伫阮中间的立新赵元，佮有翰林，佮杜琴，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照顾因，互因伫生日的时
会通仰望天顶的上帝，伫你的祝福中间，互因会通得到上帝你的稳定。主，祝福因的杯是甘甜的杯。主，当因捧这个生命的杯的时，互因担着稳定的滋味，也会通算效家己的年日。阮伫你面前咧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咱来请佑心来头前吼。佑心今年全中运得到第3名吼，咱来为着伊棒哈！来，牧师跟你祷告，咱这位来为他献上感谢的祷告哦。咱为着佑心来献上感谢的祷告。主，感谢你和佑心有真好的文书，主你和伊伫教会的侍奉嘛真心真力。阮伫你面前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主接来伊伫心中对你的感谢甲懊恼，主会一生一世。伊的身躯、伊的心神、伊的态度，会当诚侪显露上帝的话者。主你互伊伫伊任何一项事顶悬，真心真性真力真意。主你互伊伫伊一生中间会当担着伊所努力、所亚种子的，会当有上帝所赏赐的果子。阮伫你面前来感谢祈祷，我家所生命，阿门。感谢主哈。之前佩奇您来，牧师带你们祷告哈。之前的爸爸是无信主的家庭爸爸都刚刚离开哈之前牧师要带你祈祷，将爸爸的灵魂交给上帝。虽然伊在生的时阵无机会通信耶稣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的灵魂仰望上帝将爸爸交在上帝的手上将爸爸放在心中，将他的灵魂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主，阮知影之前的爸爸妈妈也未信认捌你，但是阮相信，上帝你是一个稳定满满的上帝。你无弃杀任何一个无机会，也是也未认捌你的囝钱。主，阮对圣经深深知影讲，虽然因也未认捌你，但是上帝你要照因的一生生活的态度来断定。主，阮要恭恭敬敬陪之间，将伊的爸爸的灵魂交伫你的手中。主，你帮助因，互因度过这个怀念的时刻。伫的心中，主，你用你的疼，用平安喜乐来充满伫因心中这个遗憾、这个空缺。主，你互伊的心内充充足足有上帝你将爸爸的形影，将爸爸过去甲因生活的过程，所有的这个情景，拢永远放伫内心中间。主，你照顾之间的妈妈，主嘛感谢你和佩奇甲之间通过一起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时间。主，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保守照顾，互因伫主你的面前会通一生同心佮互相扶持。主也互因建立的家庭顶悬大大有上帝你的稳定，互因的婚姻，互因的囡仔，伫上帝你的面前是一个到代代无尽的祝福。主，将佩奇将之间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的照顾之间的妈妈，嘛照顾佩奇的妈妈。主，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他说性命，阿门。上帝照顾你们，好。咱下面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报告。这是我来报告。中州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透早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透早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教的服侍，下礼拜四的请林安路执事，领诗请郭玉玲执事，抒琴请陈美秀执事，书献交代请尤丽芬、郭玉玲执事，爱餐请李淑君姐妹。是按讲读经表，咱照这顺序表来研修。具体交通：第一，5月初9拜六上午9点伫丰裕球场会举行本教会运动会，请邀请朋友来参加。8点50准时集合。第二，国外节后迈向圣灵降临节，鼓励兄弟
打开心门，迎接圣灵充满，呼求各做清洁正直的灵。第三，请为中中传道事工奉献甲代祷。第四，杨那村技术纪念奖学金申请的资格，大学70，高中70，高职75分，国中75分，国校90分，请将成绩单交予医生。第五，咱请为生日的来代祷。第六，奉献收据礼拜后冯娟长老甲医生会分吼。代祷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庄园举甲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来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年的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明、林怡轩、刘玉君、陈恩君来祷。以上。恩佩哦。恩佩牧师为你祷告好吗？很欢迎你来，爸爸跟你做伙，好不好？好，他很久没有来哈，咱真欢迎恩佩，咱给拍手一下哈，咱很高兴他来哈。起码5年级啊，对不？5年级啊哈，上帝祝福你哈，咱真欢喜恩佩今天来这礼拜哈。这是咱因上扬圣诗507首，应光归圣父上帝，请咱起立全首，因诗线请全部书接倒。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世到永远无尽。阿门。必会。我们妇女请过来这里哇，怎么没有几个人？亚丽，各位等去，进。
个陈华姐、书记姐，可以再来讨论一下那个母亲节的那个妇女事工。